各位鄉親大家好，又到了停通的時間，我是今日要教大家運動的阿凱先生。今日要教大家的是我哋肌力訓練的動作哦。肌力訓練呢，如果那是把有重量的東西用我哋的手啊壓上來，腳屈下去，我哋做腳的話，我哋的手同腳那麼有力，那麼軟腳哦。等下路向下停頓先上來運動哦。開始運動之前，我哋要先做18臀身體捏上來動作哦。我哋第一個動作係，好，我哋呢先屈下去，兩隻腳打開來，好，屈下去，好，手啊，用嘅腳當高，好，唔好用落背哦，要用地背哦。好，做嘅時間呢，先看你右手向嘅當高。壓上去，好，壓上去的時節，縮起，下來的時節，跳起，好，一片做下，如果另一片哦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記得做的時節，你的頭要看你的手哦，縮起。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。好，要注意哦，你的手係向當高，唔好向後背哦。如果你會向後背，要向當高哦。好，縮起。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好，也係我哋第一個動作。第二個動作係，我哋呢先一隻腳向頭前，讓天來風，另一隻腳屈下去，好，屈下去嘅時間，兩隻手用嘅頭前一隻腳地背。標準好，做嘅時節，我向我腳入邊嘅手咧，係我哋左腳同我哋左手好，又向我左邊當高壓上來，慢慢啊變下來，好，壓嘅時節咧，向當高哦，唔好向後背哦，好，向當高，慢慢啊回來。向當高，回來，縮起，跳起，好，縮起，跳起，好，我哋彎腳哦，同樣一隻腳先向頭前，我手用你腳底背。好，入埋喺我哋右腳同我哋右手在頭前，好，我右手向當高，縮起，下來嘅時節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慢慢做落去哦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。縮起，跳起，也如係我哋熱身嘅動作哦。接下來我來教大家來做運動嘅哦。等一下我練嘅動作係我哋腳肌肉嘅動作哦，向下停頓先上來做。要麼我哋拿一條束鏈索，冇束鏈索嘅話，拿保特瓶嘛可以哦。要麼來運動嘅哦，也係動作做嘅時節，我哋先腳用束鏈索當高，好，兩隻腳向頭前，兩隻手拿頓嘅束鏈索，做嘅時節，我師傅向後背。
送出去，慢慢啊出去哦。好，切頭做唔得，向頭前哦。向個師傅向後背送出去，慢慢啊做。好，用到你的腳後背有綁起，都可以慢慢啊站上來。好，慢慢啊，師傅向後背送出去，站上來。好，向後背，二，三，四。好，下去的時節縮起，上來的時節頭起。縮起，頭起，好，開始了，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好，記得做的時節，你的身體、你的背囊要綁緊哦，做唔得，按下去。好，做的時節，身體綁緊，師傅向後背，慢慢啊送出去，上來，送出去，好，慢慢啊上來，好，無力的話咧，一條樹能索，安尼有兩條錯冇？好，可以，能蹲一條路好誒。好，那安尼較好做哦。好，同樣送出去，上來，送出去，上來，送出去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。頭起，我哋拿保特瓶的話咧，運用嚟做，你囤保特瓶啊，拿住你樹蛋糕，用你腳兩片，慢慢啊下去，好，拿上來，安尼如何？樹唔是硬高哦，好，用蹲如何誒？好，慢慢啊下去，上來，一、二。一、二，好，一萬眼睛揾第二個動作哦，第二個動作咧，要拿燈呢，好，因為呢個動作咧係一隻腳做，好，另一隻手咧可以用壓燈的蛋糕，好，用嚟做咧，做的時節。我哋先做我哋嘅左腳，好，手右手用燈嘅蛋糕，我哋嘅右腳向後背傳出去，好，慢慢啊，到你嘅身體從體內方向用如何誒？好，慢慢啊傳出去，好，上來，一上來嘅時節，腳唔好用體內方哦。向後背，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，好，記得做的時間。向後背的時節縮起，上來的時節頭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慢慢啊歸來，
我哋溫片來做哦，溫度一片。好，同樣哦，也慢我哋溫右腳來做。好，左手向頂嘅蛋糕，同樣向後背傳出去，回來1、2、3、4、1、2，向後背傳出嘅時節縮起，回來嘅時節頭起，字米2擺哦，1、2、1、2。頭前教大家嘅，大家要學會冇？記得有限嘅時間停頓線上來聽通哦。一問開始愛來學新嘅哦。接下來愛開始來做運動嘅哦。等一下咧愛做運動係我哋背囊嘅運動哦。一問我哋先拿一條訓練索。第一個動作咧，我哋面體內胸，先慢慢啊。跪下去，做嘅時節，我哋嘅身體拍體內胸，慢慢啊下來，冇踢腳，兩隻手向頭前順出，做嘅時節啊，我哋腳唔是抬上來哦，身體上來如何？等下用嚟做咧，第一種係安尼，我哋嘅手向蛋糕。壓上來1，慢慢啊下來2，上來的時間停一下1秒1，下來的時間休息一下，好，上來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慢慢做入去哦。好，1、2，好。第二種係用嚟做咧，好做時間我哋身體放來入去，唔能輸，好，冇用體內放哦，拿放來，好，向兩片，安尼，下來，順出跪起，下來，順出，1、2、1、2、1、2、1、2，好，冇力的話可以休息一下，好，開始1、2、1、2，好，慢慢做入去1、2。記得你手冇安尼放體內放哦，拿放來安尼做1、2、1、2，好。一條訓練索咧係有力的話，家己拿頓，好。同樣1、2、1、2、1、2。數過來，送出去，好，按你慢慢做。過來的時節縮起，出去的時節頭起，縮起，
頭戲。要麼我哋第二個動作用嚟做咧，先拿一種燈咧，我哋坐燈嘅蛋糕，先一隻手來做哦。好，我哋先右腳順側，做嘅時間，一條樹嫩索，用嘅腳蛋糕。可以先一隻手拿頓，向個背囊的地方後背，好拿起來，慢慢啊，不用跪起，好拿起來，慢慢啊，不用跪起，好一、二。一、二，慢慢的做。一、二，出力的時間頭戲，跪起的時間縮戲。記得你的身體唔好安尼哦，好，放輕。一、二，要慢做下，我哋穩腳穩手。好，同樣哦，穩定一隻手哦。好，一、二、一。你出力的時間縮戲，頭戲，好，慢慢的做。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兩隻手按用嚟做咧，同樣。一條樹嫩索，好，不用兩隻腳當高，好，拿的時間，兩隻手拿準也係樹嫩索，好，向後背，一，慢慢的跪起，二、三，好，慢慢做，一、二。記得有個人做的時間係按呢做的哦，按呢唔錯的哦。好，向個背囊向後背，一、二，好，慢慢啊，不用跪起。出力的時間，背囊向後背，放輕，好，慢慢啊，跪起。好，字米兩擺哦，一。你在運動之後，我哋愛做18本身體變強壯的動作。第一個動作。我哋先跪體內方，一隻腳跪下去，另一隻腳向頭前。好，做嘅時間，兩隻手向頭前，向蛋糕，向後背，壓上來，按呢嘅時間縮起。好，下來嘅時間頭起，縮起，頭起。好，注意下哦，我哋。放氣的時間，你的師傅向頭前送出去，好，回來的時間向後背，好，所以縮氣，頭氣，好，穩腳來做哦，同樣穩腳，我哋左腳跪體內方，右腳
向頭前，好，我兩隻手向東高，向頭前，安尼，縮起，頭起，向用做時節，師傅向頭前送出去，向回來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。頭起，好，我哋揾第二個動作哦。第二個動作做嘅時間可以面體來放嘅哦。我哋先面下來，好，面嘅時間咧，我兩隻腳，我哋先做右腳個，我哋右腳拿放來。用呢左腳當高，好，慢慢啊，我右手吞兩隻腳，體重嘅傳出去，另一隻手拿頓呢右手，好，向個身體綁過來，我師傅愛綁起哦，好，安尼開始嘅哦，縮起，慢慢做入去，頭起，縮起。頭起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。好，我哋換腳個，好，向用我左腳，用我右腳當高，我左手向體重嘅地方傳過去，手拿頓，好，縮起。頭起，縮起，頭起，好，記得做嘅時節，你手要出力咯，臀嘅腳向嘅身體綁起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，好，做起我哋嘅腳都可以放下來，慢慢啊放來都可以哦，唔是太急。假如係我哋根本呢臀身體變強壯嘅動作哦，根本呢教大家嘅動作，大家有學會冇？記得明日向下停頓線上來運動哦，讓你身體同精神也會更來更好哦。停通，我哋下擺見。